歡迎大家收聽大齋期嘅聖言日糧。今日嘅經課係選自耶利米書第11章18至20節。耶和華指示我才知道，你將他們所做的給我指明。我像柔順的羔羊被牽去宰殺，並不知道他們設計謀害我。我們把樹連果子都滅了吧，把它從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記得。按公義判斷，察驗人肺腑心腸的萬軍之耶和華，求你使我得見你在他們身上報仇，因我已將我的案件向你稟明了。這是上主的道。哭泣的先知。根據一啲學者嘅說法，耶利米係哭泣的先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昵稱。佢講嘅道總係充滿哀嘆，喺耶利米書稍前嘅部分去感嘆話：但願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水的泉源，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耶利米書9章1節，先知嘅哭泣喺第11章到20章裏邊引起一連串嘅嘆息。今日簡短嘅經課耶利米書11章18到20節，係首先顯示咗佢係點樣贏得呢一個嘅綽號。耶利米嘅哀嘆不僅係個人嘅抱怨，仲反映咗當其時猶太人嘅歷史。巴比倫帝國嘅勢力正入侵猶大王國，而耶利米則目睹咗隨着社會嘅瓦解，人們經歷咗混亂同埋絕望。對於耶利米嚟講，佢身處嘅社會混亂似乎反映咗佢一生嘅混亂。佢喺猶大嘅墮落中睇到人民所受嘅教訓。耶利米所講述有關百姓受審判嘅信息，喺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摧毀時得到印證，但喺佢被囚禁、被指控叛國及幾乎被處決之前，呢啲嘅講法並冇得到證實。喺嗰個時候，佢自己比作被宰殺嘅信實羔羊。呢一句話後來將喺耶穌被處決時應用喺耶穌嘅身上。對於耶利米嘅敵人，佢哋正係計劃要除滅佢。佢哋話：讓我們把樹連果子都滅了吧，將它從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紀念。耶利米沒有後嗣，所以喺佢嘅敵人眼中，將佢殺咗就係佢嘅終結。但係佢嘅敵人呢一種嘅講法冇辦法成真，因為眾多嘅殉道者嘅名字都得到保留，佢哋被紀念，而迫害佢哋嘅人嘅名字通常都被遺忘咗。耶利米亦都知道呢一點，佢話：我卻要見你在他們的報仇，因我將我的案件向你稟明了。歸根結底，上帝係耶利米唯一保護。一如既往，上帝將最終睇到真理同埋正義戰勝。最重要嘅係我哋喺主耶穌基督嘅身上睇到呢一個證明。正如詩篇提醒我哋，匠人所棄嘅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詩篇118篇第22節，呢個就係我哋快將嚟臨嘅聖週裏面睇到耶穌經歷嘅受難時所作嘅反思同埋感恩嘅事。有位美國嘅聖經學者艾米威里斯 Amy Wilness 認為，耶利米嘅哀嘆與美國黑人傳統靈歌唱藍調無異，藍調之歌亦都係哀嘆，因為佢哋表達咗上帝嘅子民
喺努力忠於上帝嘅時候所經歷嘅艱辛同埋壓迫，就好似苦炭一樣。佢哋從抱怨轉向信靠上帝，因上帝表明必以某種方式向佢哋進行拯救。我好鍾意呢一種嘅唱法，向上帝表白憂鬱嘅方式，而且我敢肯定上帝一直在聽。耶利米對猶大嘅慨嘆就係遵從呢一種嘅模式，呢一啲嘅慨嘆係誠實坦率嘅，直接將真實嘅情況告訴上帝，言辭表達真摯嘅情緒。有時讓我哋基督徒感到刺耳，但係呢一段嘅對話嘅最後，耶利米有一種嘅情感上解決嘅方法，佢將佢全部嘅希望寄託喺上帝嘅身上，以證明佢係公義，因我將我的案件向你稟明了。弟兄姊妹啊，我想知道你哋係咪曾經向上帝苦訴過你哋嘅處境，或者你哋對世界嘅狀況？為受苦同埋痛失而感嘆並唔容易，呢啲都需要勇氣同埋真誠，特別係當其他人拒絕承認失喪同埋悲傷嘅時候。但係哀嘆使我哋有機會向上帝誠實地陳述我哋嘅痛苦，告訴佢我哋真實嘅感受。呢個唔單單只係我哋認為應該如何感受，呢個本身就係一種釋放嘅經歷。佢可以使我哋從自憐嘅悲傷轉變為充滿希望嘅信靠，相信上帝會支持我哋。以耶利米為例，佢嘅哀嘆轉變成為信任嘅表達。耶利米自信地宣稱上帝知道隱藏嘅東西，並會以公義審判邪惡嘅行為。換句話講，上帝將使世界歸正。好似耶利米一樣，我哋可以將上帝看作避難所，並向佢尋求保護。無論係點，上帝將係以公正嘅審判者。佢愛並保護我哋，我哋只需要相信自己嘅直覺，相信我哋嘅心，最重要嘅係相信我哋嘅上帝。反思，你能為自己嘅生活向上帝唱藍調嗎？定係你覺得自己必須處於最佳嘅狀態？祈禱唔會改變上帝，但佢會改變祈禱嘅人。祈禱嘅時候，你改變了嗎？當我哋經歷被質疑、憤怒同埋懷疑嘅時候，上帝對我哋講咗啲咩呢？讓我哋安靜同心祈禱。恩典與憐憫嘅上帝，你差遣你嘅先知耶利米喺對立被排斥中向你嘅子民講真話，將聖靈差遣喺嗰一啲悲傷嘅、掙扎嘅、恐懼嘅人身上。喺我哋被質疑、憤怒同埋懷疑嘅時候，你與我哋見面，向我哋展示我哋可以做乜嘢嘢嚟到彼此扶持，一齊克服孤單、困擾同埋絕望。
讓我哋成為一個有盼望並確實相信自己需要你嘅人。奉基督嘅名而求，阿門。